时常咱扎手机啊是因为惊有啥物重要的代志，或者是紧急的代志。事实上，大部分拢毋是遐尔重要。搁再来，搁较重要嘛，袂比得即马敬拜上帝较重要。所以咱会当有一种的学习这嘛是信心的功课，就是当你来到伫教会，上帝拢会保守一切，保守你的家庭，甚至保守你所住的所在，袂因为你人无伫遐就发生啥物代志，袂相时嘛袂因为你伫即个时阵无接一个手机，就失去一个真重要的生理。反倒等上帝要因为你的敬虔，搁较大来赐福互你。所以伫即个时阵，咱会当搁再确定你是毋是有完成一个信心的功课。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呼召阮来到伫你的面前，要来领受你的恩典。主阮伫即个时阵，也要奉你的名来宣告，你要来保守关系阮甲阮所伫意的一切，包括阮的家庭，包括阮的事业，包括阮生活顶面所需要的。主你看顾阮，互阮会当专心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你要对阮讲的话，互阮会当得到帮助。主阮安尼祈祷，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知影细汉囡仔拢爱读即个童话故事，伫即个故事内面的结局，常常是王子跟公主从此以后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王子甲公主以后拢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当咱年岁愈来愈大了后，咱就袂相信即款的讲法，因为咱拢知影，童话故事内面，伊会当伫上水的时阵来结束，当时现实的生活是继续。新郎甲新娘因结婚了后，又原爱为生活来无用，非常辛苦来维持家庭甲婚姻。这是咱现实生活的经验。当咱咧读圣经，咱看到，特别伫旧约，拢是伫讲起以色列人甲土地的故事。咱若是读创世纪，上帝有应允，要将迦南地赏赐予亚伯拉罕，甲伊的子孙做产业。伫出埃及记，咱有看到上帝通过摩西，用伊大的气力，将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就是因做奴才的所在。咱读利未记到申命记记载，在以色列人因伫旷野漂流40年，听候要进入迦南地，到伫摩西过身。咱嘛有读过约书亚记，约书亚伊承接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伫伊的时代，将遮个迦南人大部分拢赶出去，互以色列人正式伫即地应允的所在徛起。咱看故事到这应该就已经真完美。上帝已经成就伊的应允，这自由的人民，因会当伫自由的土地幸福快乐来过生活。总是咱嘛看到实际的情形，毋是拄好安尼。因为圣经毋是童话故事，圣经嘛毋是神话故事，现实的生活才是真正的考验甲挑战。圣经伫讲起以色列人的历史，嘛诚侪咱一个照镜。咱读圣经，敢毋是讲迦南地是老冷甲密的土地嘛？应该是真富足的所在。总是咱爱知，咱的生活事实上甲你外在的富足、好业无有直接的关系。实在伫遮人民因会满足内在心灵的状态，特别是对伫敬拜上帝信仰的态度。那安尼，即个信仰的态度是啥物呢？圣经甲咱讲，就是专心敬拜上帝，就亲像10条诫命内底第1条所命令的：我以外，你毋通有别的上帝。
若无因就要拄着困难甚至灾难。意思是讲，今仔日若是遮以色列人因无专心跟对上帝，上帝会管教因，就是通过遮异族诚侪因的敌人来甲因攻击统治，甚至咱嘛看，遮以色列人最后互上帝来赶出即块土地，就亲像上帝通过因来赶出遮个迦南人共款。所以虽然咱看到以色列人伫约书亚的带领下面来得到迦南地，却无有法度将遮个人拢赶出去。这是上帝的意思，要留遮个人来考验因，来试因是毋是有专心来侍奉上帝。当约书亚抑搁伫地时阵，遮以色列人确实阁会当来专心敬拜上帝，就亲像咱有读过的。约书亚讲：“若是我甲我的家决断要侍奉耶和华。”即句话咱嘛会放伫咱的厝的内底来提醒咱。总是当约书亚过身了后，咱看到佮经过几啊个世代，因的心就开始偏离耶和华的教示。士师记所记载的，就是约书亚过身了后的故事。士师这个名称是古早以色列人因军事政治领袖的一个称呼。伫约书亚了后，咱看到因无有搁再出现一个真强真全面的领袖。所以伫以色列各支派，因为这个时阵因已经分散伫因所本着的土地，然后就出现遮个士师。嘛是诚侪地方性甲临时的领袖，遮个士师平常时来掌管遮个民事的诉讼，就是讲因若有纷争，也是对伫信仰的问题，会带到伫士师的面前。总是若是战争的时阵，遮个士师就诚侪领袖来引带因来甲敌人来相战。伫士师记内面有记载12位。士师，这12位有各支派的人嘛，有男有女。若是咱较熟的，就是底波拉、基甸、参孙。今仔日真特别，咱中间嘛有基甸会的代表，小等伊要来为咱来见证、来报告。咱看到基甸会因的标志，就亲像这个基甸。圣经所记载基甸烧战的时阵，举火把，甲举一个板仔，伫遐诚侪因的记号。这个士师也会当讲是因的民族的英雄。当因民族拄着困难的时阵，互上帝使用，因就起来带领这个百姓甲敌人相战。总是咱嘛爱问，是安怎这以色列人会拄着困难？敢毋是上帝甲因伫地？敢毋是因会当来赢过遮个真厉害的迦南人吗？是安怎抑阁有敌人？伫今仔日咱所读这段圣经，会当讲是整个士师记的一个概要，甲一个说明。伫遮讲出是安怎以色列人因会拄着困难，上帝伊阁是怎样来兴起士师来拯救因？原来遮以色列人因伫迦南地，伫即个应允的土地生活一段时间了后，因就对遮个异族的风俗习惯，甚至嘛甲遮个迦南人有通婚，然后阁拜因的神明，学因来拜偶像。即种背逆的行为，互上帝非常的生气，就互遮异族诚侪因的敌人，阁压迫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就挡袂牢，就回头转来求救上帝，上帝就兴起士师来带领因，将敌人打败，然后国家就得到太平。总是过一段时间了后，这以色列人阁开始无要专心侍奉上帝，就安尼历史就一直伫遐来重演。所以咱伫士师记内面看到即款的循环不断的发生。开始偏离上帝的教示，然后因就被压迫，然后
挡袂牢，就求救上帝。上帝就听因的行起事事，然后打败敌人，国家就得到太平。太平了后，就开始偏离上帝，安尼不断地循环。甚至咱看情形是愈来愈严重，因为因败的生命搁较济，所以敌人嘛搁较歹，嘛搁较济。咱看到这以色列人，真正是蛮配，用咱的话安尼讲，不受教，袂晓教乖，毋是一边就好，一直安尼，总是上帝嘛是真有慈爱，可能伫上帝内心嘛感觉真无奈。虽然因离开上帝，总是因若是回头求上帝，上帝有缘替因来解决。咱看到以色列人因即款的情形，嘛会当互咱来反省伫咱信仰的态度，是毋是嘛是亲像安尼遮尔般配？咱的信仰的生活，甲属灵的生命，咱是毋是继续不断的进步的中间？或者是亲像这以色列人同款，若知影，若拄着困难，就知影赶紧来找上帝。总是即个危机若解除了后，就搁转去家己的生活来，袂记得应该有信仰的追求。我要读神学院进前，伫我的母会，我有教主日学，有一个主日学的学生，当然迄阵伊还阁是读小学。到我读神学院了，做牧师，本来真久无联络，因为我已经离开母会一段时间。忽然间接到伊的电话，讲伊的囡仔伫清明扫墓的时阵，可能是拄着无好的物件，所以会拍着惊。问我要安怎，我就伫电话中甲祈祷。嘛，甲伊讲，你着爱就近到你所住的所在的教会嘛，将即个教会介绍互伊，嘛，甲即个教会的牧师，甲讲，迄个牧师拄好是我的同学，请牧师去甲因探访。所以安尼厝内着平静一段时间。伊嘛有真正伫迄段时间拢有带伊的囡仔去教会。总是过一段时间了后，佫听讲。伊佫无用家己的工作可能少年人生活压力嘛是真大，就开始佫无去教会听候到佫拄着清明节佫扫墓的时，即款的情形佫发生，就佫甲我讲，我就佫甲伊祈祷，佫甲鼓励去教会。所以有时阵。咱的信仰，咱的态度，有可能嘛是安尼。总是当然，我会继续来关心、甲祈祷。不过，伫咱的教会中间，咱嘛会看到即款的人，可能伊一出现伫咱的教会，伊就讲要洗礼，咱会感觉讲安尼遮尔热心要追求真好所以咱就带伊到伫咱的洗礼做就班然后互伊洗礼。咱在甲伊问的时阵，嘛知影，确实伫伊的生命中间有经历真特别的代志。伊嘛知影，爱追求上帝的帮助。上直接就是来到伫教会受洗，成做上帝的囝子，会当得到上帝的帮助。总是过一段时间了后，咱嘛会发现，伊就无去毋知走位倒位，可能无用家己的代志。嘛可能伊认为讲安尼就好已经有够额嘛有可能伊会搁再出现。当伊搁出现的时阵，嘛是要爱咱替伊来祈祷，替伊来解决伊所拄着的问题。咱的信仰态度，敢会嘛是亲像安尼？当然，咱有较好因为咱拢有来教会，咱有伫遮来做礼拜。总是咱无应该用安尼来掠做是满足。意思是讲，咱应该不断追求信仰的进步。若是有时间，应该讲，咱尽量爱找出时间来参加咱的小组，参加咱的团契，互咱的中间有遮个集体互相的连结，彼此来扶持。
咱嘛有教会或者会造就的课程，包括要安怎去甲人传福音，包括咱的即个成人主日学，或者是门徒训练的课程。当咱伫学习者的，咱嘛是咧学习怎样来参与伫上帝的工程，怎样来属灵的征战，会当互主来使用。今仔日咱伫讲自由，当然咱拢知影自由，总是咱讲的即个自由，毋是一般人所咧讲的自由。咱即个自由是关系到灵魂性命的问题，所以咱伫信仰上有几项属灵的原则，咱爱知影。头一项，上帝的心意是爱咱自由。咱看，在上帝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就是要互因会当自由，搁较重要是会当来敬拜上帝。因为因伫埃及，毋领做奴才，若定，搁会接触到遮个埃及最的神明。甚至咱看到伫创世开始的时阵，上帝互人也有享受极大的自由。甚至人会当来管理地面、天中的飞鸟，甲海内的遮个水族、遮个鱼。上帝互咱上大的自由，就是互咱有自由意志，互咱会当决定你是毋是要听上帝的话。总是咱看到人犯罪了后，人就失去即个自由。特别伫即个时阵，咱讲是旧历7月，是几啊月。咱看到遮个世俗人、遮个无信的人，因为着惊爱拜遮个好兄弟。事实上毋是好兄弟，因为若是真正是你好的兄弟，伊袂甲你害。总是因惊遮个好兄弟来找因，所以就通过遮个拜烧遮个金，或遮个好兄弟会当离开因。毋领是旧历7月，咱看到平常时因爱阁惊会去抢着、刷着、吸着，真济会遮个禁区，真济遮个欠损。常常爱看日子、看时、看风水。人伫真济惊吓的中间，甚至到伫要离开世间，抑阁是惊牛头马面，惊拄着阎罗王，惊伫地狱中间来受刑罚。这拢是因为咱有犯罪，所以互魔鬼迷惑，互咱惊吓。事实上，这毋是上帝的意思。上帝的意思是爱咱会当得到自由。那呢，要安怎会当得到自由？第二项，要得到自由，需要付出代价。咱看约书亚要进入迦南地，带遮以色列人战争，这就是代价。伫士师的时代，以色列人要反抗敌人的统治，嘛是需要代价，嘛是需要征战。咱看整个以色列人的历史，除了伫大卫王甲所罗门王的时期有得到太平，若是其他的时代，差不多拢是互敌人伫遐来攻击，甚至统治。当因互敌人统治的时阵，因就期待上帝会当来拯救因，所以因的中间常常会号的一个名就是约书亚。因为约书亚这个名的意思就是上帝的拯救，也是上帝要拯救。伊嘛期待有一个人，就是弥赛亚，就是亲像约书亚同款，会当带领因来赶出所有的敌人。所以因真介意约书亚这个名。同时，咱嘛爱知旧约的约书亚这个名伫新约就是耶稣，因为约书亚是阿兰文也是希伯来语的发音 Joshua， 但是到伫新约用希腊文发音的是耶稣，就是耶稣。所以耶稣就是迄个上帝的拯救。所以咱看马太福音，耶稣出世的时阵，天使甲约瑟讲，
讲伊要生囝，你着甲伊号名做耶稣，因为伊要救伊的百姓脱出因的罪恶。天使毋是讲伊要拯救伊的百姓离开敌人，毋是，是要脱离因的罪恶。因为咱人的罪恶是比这敌人互咱的危害是搁较大。今仔日主耶稣已经为着咱来付出代价，就是替咱死伫十字架顶来死，互咱因为信耶稣基督，咱会当脱离罪恶的捆绑，咱毋免惊审判，咱因为耶稣的国话，互咱搁毋免惊死。这就是互咱的性命得到自由，这就是福音。搁来第三项，咱讲到自由，咱爱知真正的自由是爱伫规则中间才有意义。这项无啥容易了解吼，什么意思？咱爱知，若是自由是普世的价值，就亲像人权，亲像和平，事实上这拢是出自上帝。意思是讲，爱伫上帝所定的规则的内面，才会当显出伊的意义甲价值。伫咱的生活顶面，咱嘛会当体会即款的道理，就是规则甲自由的关系。亲像咱若是要出门，咱爱遵守啥物交通规则，对无？车有爱照车的规则咱要行嘛爱有行的规则。当然，每一个国家伊的规则无共款。总是你若是伫遮，就爱照遮的规则。你袂当讲我无爱规则，我爱自由。我是一个崇尚自由的人，我就无照即个规则。若安尼，你可能就会拄到危险，可能你会收到罚单，可能会发生意外。你嘛袂当讲我是外国人，我即马是暂时踮伫台湾。所以我无要照台湾的规则，我要照我的国家的规则。比如讲，英国人，因的车是照倒边行，伊袂当讲我是英国人，英镑比台币较大，所以我无要照台湾的规则。伊若车行倒边，咱就知影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有一个笑话是讲，一个阿公。伊真少在开车，因为伊的囡仔惊伊危险，所以无啥爱伊开。佫因为伊较少开，所以嘛佫较袂晓开。伊的囡仔拢定定伫咧替伊烦恼，讲是毋是伊要开车出门？有一天，伊下定决心，伊要开车出门。伊的囡仔知影挡袂牢，佫知影讲安尼，伊会伤心吼。所以想讲好，无你开车出门，但是阮会替你听迄个路况报道。若有啥物代志，我会赶紧甲你联络，敲电话互你，你爱注意。伊就真勇敢开车出门佫上高速公路。无偌久，伊的囡仔就听到讲，啥物路段有人逆向行驶，就赶紧要敲电话互伊讲。迄个所在有一台车逆向行驶，你爱注意毋通去拄着伊。伊就讲，啥物一台尔？所有的车拢嘛逆向行驶。咱讲的自由，毋是照家己的意思，毋是讲我无受约束，安尼就是自由。咱看到伫圣经的内面，咱的始祖亚当夏娃。因所发生的错误是啥物？当上帝甲因讲，即个农园内面所有的树的果子，恁拢会当食，遮尔大的自由。但是有一个无自由，就是迄个分别善恶果子的树，你袂当食。敢若一个无自由那定。但是咱看到亚当甲夏娃，因要爱自由，因无要受上帝约束。结果为着即个无自由，煞失去所有的自由，违背上帝的命令，因就无法度继续踮伫爱甸乐园。
所以咱看到，当人若无愿意接受即个规则的时阵，伊毋是得到自由，是会拄到更较凄惨的结局。咱咧读士师记的时阵，咱拢会读到一句话，即句话安尼讲：当迄时以色列中无有王，逐人照伊所看做对的来行。确实，迄阵因无有王，但是上帝意思是爱因听上帝的话，因为上帝就是因的王。总是因无有王，结果逐个人拢要做家己的王，想要做啥物就做啥物，无受到约束。有时阵咱要传福音的时阵，咱嘛会听到人讲啊，信啥物教拢共款啦，拢嘛是要叫人做好，无一定爱信基督教，信啥物教若是做好拢会用哩。所以才有一个问题，啥物是好？若是逐个人拢家己看做好的去行，无要接受上帝的教示，就亲像士师记者所讲的，逐人照伊所看做对的来行。咱伫士师记，咱嘛看到发生侪真互人艰苦的代志，甚至互人真戆硬的代志。有遮个强暴，有遮个拜偶像，甚至有遮个分尸的命案，佮有战争。真侪无信主的人，头一遍看到圣经，就想讲：是安怎上帝的子民，是安怎圣经会记载遮尔残忍，遮尔安尼脱节的代志？事实上，这是在甲咱讲，以色列因无听上帝的话，因所拄到的就是即款的结局，并且因伫信仰蛮皮，结果互敌人统治，无法度伫自由的土地顶面诚侪自由的人民。今仔日咱嘛是共款，若是咱无要听上帝的话，要家己做王，咱要用咱家己最忠心。人的命运就是坠落，就是沉沦；生命就是败坏，就是灭亡。咱的自由是啥物？伫诗人，伊伫诗篇119篇讲：我要自由来行，因为我受你的诫命。主耶稣讲：我来毋是要废无律法，是要成全伊。所以，咱的自由只有伫主耶稣内面，才有法度真正来得到。主耶稣讲：恁要捌真理，真理要互恁自由。主耶稣基督，伊就是真理，伊就是道路，伊就是活命。伫伊的内面，咱就要得到自由。过来一项，第4项，咱爱知影的，就是为着福音，若是放弃自由。这个头一个自由就是自我啦，咱就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就是生命。这个自由，头一个自由，咱若放弃，咱拢是自我中心。咱若是愿意放弃，你就要得到活命。咱看到主耶稣基督，伊是上帝的囝，伊到这个世间，真侪人的款式，接受真侪人的限制。伊伫世间就亲像人共款，受空间的限制，伊嘛会艰苦，伊嘛会腹肚枵，甚至伊嘛会受气。总是伊真侪人的时阵，互人看轻，互人侮辱，最后真无尊严，被钉死。伊是为着完成上帝救赎的计划，为着福音来放弃真侪神的自由，为着咱的灵魂会当得到自由。伊家己用安尼做模样，伊嘛要求门徒为着福音来放弃自由，就是自我。伊讲：若有人要缀我，就看无家己举伊的十字架来缀我。伊甲咱讲，咱为着要缀主耶稣，咱为着要学习耶稣，咱就要将咱旧的生命钉死，那呢，咱就要有新的生命。咱看到。被钉伫十字架顶，绝对毋是自由。伊的骹、伊的手，拢无法度自由，无法度真自在。
咱的性命，咱旧的性命也着安尼，那安尼咱就会当得到性命的自由。保罗伊嘛是即款的人，伊讲：我伫正人虽妄是自由，也佫将家己做正人的奴仆，为着要得到正人。咱看，伊本来是犹太人的教师，伊是法利赛人，真受尊重。总是伊诚做基督徒，佫诚做使徒，互人困着，最后佫互人关家。伊为着福音，诚做无自由，却互咱会当因为安尼来得到性命的自由。伫今仔日，咱嘛有拄着侪的无自由。即个无自由，是伫咱生活、伫咱物质世界，你就会当经验着。咱的肉体嘛会无自由，咱会拄着病痛，甚至咱会拄着衰烂，咱的身躯会老化，总是亲像保罗所讲的，外在会毁坏，总是咱的内在却日日在换新。有时阵，咱嘛会亲像保罗共款，希望讲，咱会当脱离这个身躯的限制，咱会当甲主永远斗阵。总是当主上帝互咱伫这个世间的每一日的时阵，伊拢互咱有使命，咱爱到伫这个世间，将主的好的消息甲人来宣扬，互人会当因为安尼来得到自由，互人会当因为安尼来得到这个真理。所以，咱来到伫教会，咱就是要通过敬拜来得到安息，得到自由。所以，咱就毋通阁互即个俗世的物件来捆绑，互咱来无自由。包括咱在提醒的即个手机的问题。因今仔日若是有无道友、也未信的人伫咱中间，看到咱抑阁受即个世界的物件捆绑的时阵，咱真恶地互因相信上帝的拯救。咱真恶地相信上帝会互咱得到自由，互咱得到平安。愿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即个世间所感受侪无自由的中间，会当得到自由。因为真正的自由，毋是外在形体，是在伫你的内在的生命的状态。过来，互咱伫苦难的中间会当得到平安，伫困苦的时阵会当得到解救。佮帮助咱，互咱为着福音，愿意来放弃咱的自我。为着永远的性命，会当放弃咱自我的中心，互咱会当有信心来望天顶的福气，佮坚持到底，咱就要得到上帝的接纳。就是会当伫新的天、新的地临到的时阵，咱的身躯得到赎回，咱享受甲主永远伫地的快乐。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主，阮感谢你，因为你听阮，你赏赐阮活命，佮互阮会当徛起伫你所赏赐即个水的世界。总是阮因为罪的缘故，阮失去诚侪你囝儿即款的自由。感谢你，通过耶稣基督伫阮的中间，互阮会当甲你恢复关系，互阮阁会当诚侪你所疼的囝儿。阮会当好胆来到伫你的面前，来领受你所赏赐的恩典甲福气。主，阮感谢你，通过今仔日的信息，互阮知，阮所看重的，毋是伫即个世间、即个环境、即个物质，是伫你的内面，阮要得到快乐，阮要得到透放，阮要得到自由。你阁通过耶稣基督的教示，通过保罗的模范，互阮知，阮着照着你的教示。当阮伫你的内面，阮受你约束的时阵，阮就要得到真正的自由。阮相时也要将这个自由，甲阮周围的人来分享，互因会当得到你的真理，得到你所赏赐生命的自由，伫因的中间。阮安尼祈祷，拢是我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